讲到即马厝价贵，又搁有通货膨胀压力，为着减轻社畜的负担，会当去申请租金补贴。不过，线定定传出讲会去予厝头家来刁难，引起纠纷。即下内政部嘛，搁再推动社畜的法律辅助规定，免费服务，希望会当改善即卖社畜市场。租厝拄到歹厝头家超收电费乱扣押金，这款纠纷接着发生。内政部统计，平均一年当有2400件租厝的纠纷，有进入调解诉讼的无到4成。真侪民众是因为惊麻烦、惊开钱，只好偏啊蒙咧当做家己衰。例如说这个东西是要我们自己修的，还是房东要修的，类似是这一类的这样子。我们的调查里面是大概有30%的租屋族曾经遇过纠纷，那他们80%以上的人都是自己上网找办法，或者是问亲友该怎么办。那有85%的租屋族最后都是用退让来解决哦。民团指出，台湾租厝族群上侪是学生或者是少年人，经济能力真有限，因此去年就开始倡议要求政府提供免费的法律辅助服务。内政部表示，今年8月份开始会提供免费的租厝法律服务。考量出纠纷的诉讼对于弱势的房客而言，那经常会因为难以负担诉讼成本而却步，所以内政部目前已经跟法律辅助基金会洽谈合作，那预计规划在今年的8月的话会开办租屋宅租赁的免费法律咨询，这个对象的话是包含到所有的租屋族。我觉得政策很好，但是在美国就已经有了，所以我觉得比较落后。至少你会觉得有这个服务，然后学生会觉得很安心。除此之外，民团嘛呼吁，刷来政府应该针对租厝市场来改革，建立透明化的空厝资讯等等，专门来保障租厝族的权益。记者王可选社会人民台北报道。